造建筑、晕黄灯光，来到内湾戏院餐厅，仿佛走入时光回廊。入口处的古早味杂货店最能勾起回忆。这就是以前的 Seven 柑仔店，对，柑仔店，那生活必需品都买得到的地方。真的，超过50年历史、硕果仅存的纯木造戏院，改建成人文餐厅。电影海报、大童宝宝、脚踏车，四处搜集来的复刻物，串起好多人的生活经验。这是谢烈新的用心。年长的人会对他特别有感觉，年轻1世代会对这些4、50年代、5、60年代这些东西特别有兴趣。让人特别感兴趣的还有这一块饶富幽默感的牌匾。有些男士会在这边匾牌下面在那边拍照，然后手指着啊，我是帕太太的。这块匾额是应该不是以前留下来的吧？复古的氛围有种沉静的舒服。原本是堆木柴的场地，体恤工人改建的内湾戏院一度荒废20多年，旧屋翻新才有如今的星光景。建筑本来已经老旧了，老旧了，甚至里面地板都长草了啊。整修好我们的建筑，然后把一些怀旧的东西布置起来，那让戏院又重新有新的生命这样子。视野宽阔的戏院2楼，过去只有地方士绅才能入座，而现在人人都能享受。所以在这里就像 VIP 包厢一样，吃饭，看电影。电影开始了，店员回事嘞，表演开始喽。加凑合来，赶快做好，对不对？赶快做好。戏院餐厅满足视觉味蕾，置身其中，就像正在播放的黑白电影一样，旧情绵绵。表演开始嘞，加凑合来。表演开始嘞，加凑合来。